红来有医生说，那个花生藤、花生米那个植物的藤，花生藤煮的汤，能改善射护腺，就是前列腺肿大的问题，改善频尿的问题啊。用纸巾啊加水。用保特瓶也可以吗？多卷几层。才够多嘛，纸巾才够多，够厚呢。就像涂要有够多，太少的话很快水分就少，很快就干了你。总之，花芽需要水分啊，要温度等等，阳光还要空气啊，阳光、空气、水，生命三大要素。我很久都不花芽了，就要换了纸巾了。在温暖的地方容易花芽。刮了要夏天了，不然就是创造高温。疫苗垫、吹芽垫，要能够升温的，调节温度的，可以调节温度的。你看，蔬菜花芽有它自己最好的花芽温度了，温湿度要适合了。厉害呀！最难发芽的丝瓜，1、2天就能发芽了，厉害厉害！发芽快都不必换吹芽纸巾的嘞。
发芽以后转移到育苗盒。发芽的温度比生长的温度高不少嘞。根要朝下，发芽先长根出来，根有够长才能够吸水了，维持生命了，然后再长那个2片叶子圆圆的，然后第二次长出来的叶子就有形状了，尖尖的或者椭圆的，长长的，根会向下找那个水分。要保护好，才不会被虫，我才不会被虫给咬断那个茎。让小苗长大一点再移出去，要有保护的盒子的，或者保护的瓶子的。丝瓜种子1-2厘米，就1-2公分，1-2公分深了。花芽的没完花芽的种子，育苗盒不必要放在暖和、独做火的地方了。真正的芽长出来是要时间的，耐心等待，要耐心等。要耐心等待。你看，先长根，然后再长2片小小的叶片，先圆的，然后再长那个有形状的、尖尖的或长长的、方方的。